正道奇妙的事将发生，请庄牧师。咱同心来祈祷。活命的主，阮伫过个受难周进前，阮做伙组织伫你的面前。阮要纪念伫2000年前主耶稣用一个极大的疼，为阮死伫十字架顶悬，也将搁我的恶梦甲活命来赏赐阮人类。活命的主，阮伫你的圣殿做伙组织的时，阮恭敬来敬拜你，因为你堪得阮敬拜。阮也愿你诚心来祈祷，求你天父上帝将主耶稣带予世间人一切祝福，今仔日也施落伫阮众人的生命中。愿你伫这个所在得到荣光，也愿阮成做你活我的见证。求天父上帝施恩，互阮甲主耶稣同过活，也互阮甲主耶稣将旧的活命同钉伫十字架顶悬。阮伫你面前安尼祈祷，我靠耶稣的圣名，阿门。后礼拜咱就要过受难周，受难周甲过活节对基督徒来讲，比圣诞节更加重要。圣诞节真浪漫，圣诞节拢充满祈祷，也对一个礼物有过头的依赖。圣诞节已经伫这个世代，互人甲伊当作一种商业化，渐渐无有迄种敬虔甲较无的宗教的心智。受难周对基督徒来讲是反省，咱不配未堪得的人，咱凭什么领受上帝无保留的疼？更较重要就是，主耶稣将伊国外的权能，互绝望的人，互咱这的软正的基督徒，通重新得到新的活命。所以我要邀请兄弟姊妹，伫过来的一日，过后礼拜，咱的受难周教会对拜1到拜5，咱有祈祷会。我要邀请兄弟姊妹，咱伫主的面前，为着咱的生命来祈祷。咱甲主耶稣讲，主，我要将我旧的活命，甲你同钉伫十字架顶悬。总是当你过我的时，要发生奇妙的大事。这就是牧师邀请咱的祈祷。今仔日我邀请咱的祈祷就是，主啊，互主耶稣过我迄个奇妙的活命，今仔日嘛活伫我的活命中。互惊吓离开，互孤单离开，互软弱离开，互黑暗的关系离开，互最捆绑离开。主，你若是一个过我的主，求你互我的信心，彻底上对我的内心，成做这种的亏难。现在你敢愿意？主耶稣所做奇妙的大事，伫你的祈祷中间降临伫你的人生。我相信咱拢愿意。我咱伫主的面前，咱甲主祷讲：主啊，求你将奇妙的大事放伫我的生命的中间。顶礼拜咱有庄稼因做校长因三兄弟2个姊妹做伙伫咱的教会内底。来感谢教会为着伊105岁的妈妈举行的告别式。迄个阿嬷伫6年前报道，伫5年前洗礼，伫5年后105岁的时，上帝接伊倒去天堂。我咧陪伴这个告别式的时，互我有一种新的生命的看见，甲新的生命的渴望。我咧想讲，一个100岁的咱的长辈，应该是无容易改变的生活，对不？因为100岁的人生养成有真侪习惯，咱莫讲不动如山，因为江山易改，本性难移。但是为什么100岁的阿嬷看到伊的孙仔的告别式了后，就甲伊的新妇讲？我若过往，你照安尼甲我办这个告别式。100岁的阿嬷，伊的智慧，伊的开明，伊的选择，
赢过咱中间真侪人。咱检查真少年，但是有时咱的固执，有时咱的习惯，无容易改变。兄弟姊妹，你敢捌为着你的习惯、软弱，无法度改变，欠缺气力？伫主的面前流目屎讲：主啊，我是一个查甫囝，为什么这种的代志我做不来？求天父上帝帮助咱伫今仔日的礼拜，咱开始祈祷，准备心。当主耶稣告我的时，愿咱甲主耶稣同告我。因为圣经中间有讲到，主耶稣最后一时刻伫十字架的顶悬，伊的身边有两个人。你若愿意伫这个受难酒中间认定先去看马太、马可、路加、约翰这四本的福音书内底咧讲耶稣钉十字架的故事。伫迄个最后要断开的时间，耶稣的身边有一个人甲伊讲：主耶稣求你纪念我。耶稣甲伊讲：这时你要甲我同到天国。一个病病伫临终绝望的人伫十字架顶悬，最后这个人要有看见噩梦，伊甲耶稣讲：主啊，求你怜悯我，伫你的国临到的时，求你纪念我。这就是一个智慧，一个选择。兄弟姊妹，真侪时阵机会来到咱的人生的时，咱无一定看到机会。我会当讲一个故事，有一个教会天使来拍门，因为嫌贫惰，不是因为嫌麻烦，所以就将真侪上帝交代因的十字架甲工作，甲伊讲啊，卖啦。基督徒嘛，常常是安尼。常常用到上帝找伊的天使，真侪软弱软弱的人伫教会的门口咧拍门。这个教会拢欢迎贵宾，但是对遐个软弱的人，放伫门外。什么人有智慧，会通邀请迄个化妆的天使，就是主耶稣家己。咱甲主耶稣讲：主，我的人生中间需要你。愿天父上帝圣神，甲咱三甲弟弟，伫今仔日个礼拜，咱用欢喜，用渴慕，咱甲上帝讨讲：主啊，伫我的生命中，求你为我成就一项奇妙的大事。在咱生命中间，什么种是大代志？伫咱人生中间，什么是小看的代志？咱的长辈甲咱讲：求大义，不求小节。意思就是讲，生活的细节小项的代志，莫伤计较。但是伫人生的中间来追求迄项，就是有价值重要的代志。兄弟姊妹，愿天父上帝通过咱的礼拜，通过咱的祈祷，通过咱所读的圣经，讲照咱的内心，互咱知影，今仔日新的机会要放伫咱的生命中间。要用恶乐来过国活节，咱要甲主耶稣讨讲，主耶稣伫国活这个节期，我的生命要活跳跳。伫这个国活节时，我旧的活命要甲你同顶伫十字架顶悬。兄弟姊妹，为着你无法度改变的习惯，敬虔伫主的面前求上帝，用圣神来充满。咱少年的时阵。讲话性情意念念头幼稚，亲像囡仔，但是这个信仰要带来上帝的祝福，就是各位主耶稣要降临，成做咱的救主。愿咱伫主的面前，咱安静问咱家己：主啊，伫我生命中间，什么是重要的大代志？这礼拜上重要的目的，就是认捌至权、至大、至尊的上帝。这礼拜上重要的目的，就是将咱的生命带到上帝的面前，咱甲上帝参详。主啊，伫我的人生中间，我要怎样，我才会当成做上帝你所欢喜的子子？我要怎样做，我才会当得到真正的平安甲幸福？有一个牧师咧讲，基督徒甲犹太教。这礼拜时间无同款，今仔日嘛有一个教会，因这礼拜是用拜六的，
比如讲真耶稣教会，比如讲安息日教会，因守旧约中间的安息日，但是咱守这个礼拜日，咱称伊叫做圣主日，因为伫这个日子耶稣国活，因为伫这个日子圣神降临，伫迄个家乡的学生因的帮内，伫这个日子是表明上帝所创造一个新的生命开始，直到新天新地完成。所以有一个叫做大卫包森这个牧师，伊讲礼拜日其实就是第8天，上帝创造天地6天，第7天是安息日，所以过了7日了后，搁一轮新的生命的开始，第8日。基督徒来做礼拜，毋是安息，拄久。有的人若见来到教会就好困，普通时暗时未困的尿尿蛇。但是来到教会坐咧就足好困，上帝祝福恁，毋免歹势。但是愿上帝祝福咱，毋是来遮安息。咱来这个所在是找上帝，创造的上帝对今仔日开始。圣主日，我要甲你同齐做创造的工作。所以圣主日有另外一个意思，就是甲上帝同齐创造你的人生。上帝第一天伊讲要有光就有光，要有天要有地就有天有地。所以做礼拜除了敬拜上帝以外，就是领受各位主耶稣甲上帝同齐创造新的画面。将旧的钉伫十字架顶端，将新的画面画出来。这就是做礼拜真正伊的精神。兄弟姊妹，每一摆做礼拜，2摆到礼拜堂之前，爱甲上帝讲：上帝，我来啊！嘛，甲咱的天父讲：天父，伫今仔日我要领受一种的祝福，就是伫我的生命中间一脚步小小的改变。每一个礼拜，我的生命拢得到祝福，拢得到改变，拢得到造就。传道书第9章第1节，伊讲：我将人生的事放伫我的心中。我看到人情世事真多，好人歹人，成就失败，我将真多事放伫我的心内。圣经讲详细考究，做礼拜嘛是安尼。将上帝的话读入心，然后静静想，互上帝的话成做咱的主张，将做咱的生活所追求的目标。这叫做详细查考。所罗门写伫传道书9章第1节的尾啊，伊讲：我看见世间的好人、歹人、愚公的人、有智慧的人，我知影，其实世间人所有的人生的日子。拢在伫上帝的手中。兄弟姊妹，愿咱来到礼拜堂，咱对这个上帝讲：主，我将我一生交伫你的手，主求你为着我一生成就大事。兄弟姊妹，我要鼓励咱：如果过去你的目睭甲你所追求的是假清英，伫今仔日甲上帝讨一项比假清英更加重要的。也说你敢知这个祈祷有偌重要？因为主讲，当你先求我的国甲我的义，连你无求的，我嘛拢为你备办。也说你相信这种的祝福吗？我咱来到主的面前，咱教咱的囡仔，咱的人生毋是干那为着假清英来活。如果人生若干那为着假清英来活，太辛苦啊！求天父上帝帮助咱，咱的人生一定为着某一种特别的理由，某一种的主张，某一种的目标。但是咱的人生伫上帝手中，咱将咱的生命带来到主的面前，讲：主啊，这是我生命的杯，我将我的生命交伫你的手中。主求你为着我的生命成就大事。这是今仔日礼拜第一个祈祷。兄弟姊妹，毋通无做这个祈祷。那安尼，
你若无做这个祈祷，你就失去伫今仔日礼拜中间主特别对你的祝福。我咱伫主的面前，咱静静问讲，我的生命中间的大事是什么？敢若这情形嘛？无论你外口食啦，一罐3公升的牛奶，你我都一口开甲啉甲了无？迄种遮大罐的牛奶，你有看到一口开甲啉甲了无？无才调，敢若中国人有才调。兄弟姊妹，恁知我咧讲啥物新闻吼？一礼拜新闻报讲，伫个火机场，一个中国的旅客去纽西兰买到了足好啉的牛奶，挡袂牢，就放咧卡网内底，砸一罐足大罐的，啊，要过海关就袂当过啊，又搁毋甘甲伊倒掉，当场伫海关中间一罐3粒的牛奶，都安尼讲，歹势，我毋是咧甲伊抠喙手，这情形有限。荣华富贵嘛，拢会过。少年的是乌狗兄漂泊，但是你若到80、90岁，兄弟姊妹，荣华富贵目一年，少年人变老人。咱今仔所追求的刺激、冒险、做无限的极限挑战，这拢会过。原来伫天父上帝听今仔日的金句。今仔的金句是约伯记第5章第8节第9节，伊讲：我必仰望上帝，我的事托付给他。兄弟姊妹，你愿意用安尼做祈祷吗？你愿意学习约伯伫患难中间犹原安尼祈祷吗？约伯伫患难的中间讲：我要独独仰望上帝，将我一生的事来交托伊。伊所做的事，无人有法度测度。伊所做的奇妙的事，无法度算数。愿天父上帝互咱，亲像约伯，亲像约瑟，伫患难中间犹原坚持。上帝永远是我的上帝。愿咱伫今仔日的祈祷，咱甲上帝祷讲：主啊，将我一生的事交伫你的手中。我嘛相信。伫今年个偌济，伫将来个偌济，伫每一天我祈祷的事，我要发生看见上帝你的圣神伫我生命中间所做奇妙的事。今仔日的故事，另外一段经文是记载伫咱的旧约，迄段圣经是记载伫但以理。伫旧约的中间有2个所在记载着弥赛亚的预言，一个写伫但以理书。但以理书这本册是记载伫大概2600年前，伫迄个中间，今仔日所读的这句话，来学了我的上帝伟大，伊的国度的伟大。这个人不是基督徒，这个人嘛不是犹太人，这个人是掠犹太人做奴隶的国王，叫做尼布甲尼撒王。外邦人看见犹太人的上帝，伊对心中讲出今仔日圣经这句话。兄弟姊妹，你愿意对古早就是拯救人类的上帝，今仔日嘛进入你无法度解决的人生的困难吗？那安尼你想，这个行奇妙奇事的上帝，最重要的今仔日的礼拜，要带予咱什么种的祝福？弥迦书嘛有记载着弥赛亚，但以利书嘛有记载着弥赛亚。弥迦书是主前大概就2800年前、2700几年前，但以利书是2500几年到2600年以前。但是这2本册还未写到弥赛亚进前，犹太人因的祖先真早就开始咧祈祷讲，有一个君王，至端至尊的上帝的王，伊要临到伫犹太人的中间，成做犹太人的拯救。所以，伫遐未写做圣经进前，已经用故事传递这个信仰的家庭的内底。兄弟姊妹，愿咱亲像今仔日的祈祷，手结丢了。当伊祈祷的时候，插着我的心，嘛感动着我的心。伊讲感谢我的爸爸妈妈将这个信仰传给我。你有听到这句话吗？伊讲我嘛要将这个信仰
传给我的囝安鲁，你有听到吗？安鲁，你爱讲，我嘛要将我的信仰传给我的是信。兄弟姊妹，愿咱在座每一个兄弟姊妹，咱讲阿门的事，受过长老甲今仔日礼拜这种的祈祷，就祝福咱。咱伫主的面前，咱甲主耶稣讲：主耶稣，我无爱做一个郁郁卒卒的基督徒。我的信仰讲起来敢样真伟大，但是我的生活哩哩落落。主，我无爱做这种的基督徒。主，若是你是讲我的主耶稣，你今仔日互我改变的开力。现在你相信这个上帝会对天人将这个观念甲开力享受互咱吗？检查不是今仔日瞬间，像是电火拍开就马上有电。但这个上帝要照伊的时间，伫咱的人生成就奇妙的大事。我深信，就算做无马上看到伊，就算做我61岁，嘛还阁毋捌看过，亲目睭看过上帝阳光。但是，我深深相信，我未捌看过上帝。我的爸爸是上帝，我的阿公是上帝，我的阿祖是上帝。谢国文老师，你的祖先太祖来台湾，甲阮同款第5代。感谢上帝，互恁的家族虽然多数也毋是基督徒，但是愿意接纳你的信仰。听上细汉的妹妹的心声讲，伫爸爸100岁的生日的纪念。哥哥敢会当互教会来甲爸爸做这个对事礼拜？我伫咧主持礼拜时感触足济，感觉足奇怪，因为敢若谢国文老师甲一个孙仔是基督徒，剩的拢毋是基督徒，个人嘛毋是基督徒，但是为什么为着这个毋是基督徒的家庭来举行这个对事礼拜？这毋是莫名其妙。这是祈祷，主愿你的救恩今仔日临到这个家族。谢君老师，牧师真欢喜受你邀请，跟你做伙做这个对事礼拜的目的，是为着你的家族祈祷。兄弟姊妹，我咱今仔这个礼拜，这不是结束，这是开始。因为礼拜是参与上帝的创造，伫主耶稣国外的日子，甲主耶稣同国外。伫主耶稣国外的日子圣主日，领受天顶的圣神，充满伫咱的人生的中间。愿天父上帝甲咱三合伫地。今仔日的圣经但以理书第4章第20、第3节，这是外邦人的国王尼布甲尼撒王。恁若愿意读恁读去，对第头前后壁，恁规章拢甲读了。这个国王讲：我愿意将至高的上帝。按我所做的新约基础来保养，伊的新约何等的大，伊的基础何等的济，伊的国度是永远的国度，伊的权柄到万世代无尽。愿主耶稣基督的教会伫地面上的存在，互外邦人看到福音的权能。愿主耶稣的教会。互最最欠过的人看见福音真正的祝福，愿主听咱的祈祷，也互咱伫今仔日，就亲像古早遮的人，包括约翰，包括这个撒玛利亚妇人人，因拢讲：我已经看见弥赛亚。呀，这你看到耶稣啊嘛？你是看到耶稣的影，还是真正看到主耶稣？也即咱看到耶稣的影，还是真正看到主耶稣？愿咱伫心中，咱甲主耶稣讲：主过去我对镜来看到你，但主对今仔日开始，互我亲目睭面对面来认捌你。也即爱为着认捌主耶稣，迫切来祈祷。咱才袂搁再吐气讲，我的上帝是遐尼伟大。但是我的生活竟然哩哩落落，求天父上帝帮助咱，伫伊的人民的中间。第二个祈祷，
主耶稣，我将我旧的活命甲你同定伫十字架顶悬。对主耶稣，你的死，我要得到新的活命。基督徒的生命的改变，是因为耶稣的死。耶稣将伊的富足、将伊的荣耀、将伊的权能，赏赐予这个见笑软弱的人，然后人类通重新得到阳光的活命。这就是咱今仔日第二个祈祷，由生入死。我真欢喜，小小你今仔带大家祈祷，以后恁领死的人，毋免逐礼拜带人读酒杯的祈祷书啦。我毋是甲你说，我真欢喜，小小你今仔带大家用这个祈祷。这是牧师的期待。每一个礼拜针对咱的圣经甲主题，牧师每一个礼拜写一个短短祈祷书。陪伴咱、帮助咱、鼓励咱，咱常常伫主的面前敬虔来祈祷，讲：主耶稣，因为你为我死，我要为你来活。求天父上帝听咱的祈祷，伫今仔日第二个祈祷来帮助咱。我要甲恁介绍一本册，一个叫做 John Stott， 我真爱，我捌甲恁讲过几啊摆伊的故事。这人一生为了主耶稣，虽然伊毋是天主教的信徒，但一生决志。独身无嫁娶，一生只有牧一间教会。这个老牧师到伊最后年老88岁写最后的一本册，伊这本册写了后，伊就决定从此不再出版伊的畅销书。这个牧师写一本册，中文的册名给翻译做《今天世界需要什么样的基督徒》。你敢听这个意思？今仔日的世间啥物拢有，科技有，经济有，文明有。这个世间已经无欠过任何物件，所欠的剩钱。这个世间所需要的基督徒，这个牧师写这本册，伊咧问家己，伊讲第21世纪的这个世间，全人类所需要真正的温度是什么种的温度？耶稣起头11个学生，12个学生，这12个学生到今仔日，伊应该是什么种的温度？我要鼓励兄弟姊妹，这是一本会当帮助你认真看重你做基督徒的身份的一本册。因为最后的一章，伊讲到8种基督徒应该有的品格，最后一种。就是因为耶稣的死，咱要定头生重生。这是伊伫最后一章内底所讲。John Stott， 伊看见彼得，伊看见保罗，因迄种伫世间无妥协、伫世间无妥协的信仰的主张。当时的罗马帝国是全人类上文明强势。所以世间有一句话讲：条条大路通罗马。但是彼得甲保罗，因讲听上帝的话，较要紧超过听人的话。兄弟姊妹，你有同意吗？愿圣神赏赐智慧，互你明白彼得因当时所讲的这句话到底是什么。彼得今仔日的新约，咱今仔礼拜中间所读的第2段新约使徒行传第5章第30节，伊讲罗马的人啊，你甲伊钉伫十字架顶悬迄个耶稣，我的上帝已经互伊个活，我的上帝用伊权力的圣手高举伊伫天顶，伊做君王，伊做人类的救主，伊要赏赐悔改甲赦罪的恩典。兄弟姊妹，今仔日个礼拜我的答案，主啊，你为我成就奇妙的大事，牧师毋是为恁祈祷荣华富贵。今仔日圣经是答案。一个国外主耶稣最重要带予人类就是悔改，就是赦罪。这个John Stott讲到了后，毋是大卫包身讲到了后，伊讲耶稣赦免世间人的罪。做礼拜了后，一个人真郁卒，
等候人拢离开了，走来问这个牧师讲：牧师，你拄则讲上帝通过耶稣赦免人的罪吗？讲是。这个人问牧师讲：牧师，耶稣赦免你什么罪？这个牧师足尴尬，伊讲这是一个真恶的回答的问题。你唔通问这牧师讲，主耶稣赦免你什么罪？当然，你若问我，我有答案。我感觉我是一个袂歹的人，伫品格上我应该也无100分嘛，应该有60分。多数人拢感觉我无罪，对不对？这个时代人足讨厌讲罪，那么足讨厌你甲我讲我有罪。但是我要甲咱讲，圣经咧讲的罪，毋是迄种的罪。圣经所讲的罪，就是你甲上帝无关系。叫做与神隔绝，恁听有这个意思无？圣经咧讲的罪，就是对今仔开始，你的生命中间无上帝。但是伊咧讲赦罪意思是讲，对今仔日开始，你的人生有上帝。所以圣经讲因信称义是这个意思。因为你相信，所以你甲上帝和好，就亲像阿某冤家离婚。有一日，因发现其实因还阁遗愿三听，所以因就和好。主耶稣互咱甲上帝和好，咱有罪无罪，毋是人讲准算，是上帝讲了准算。愿天父上帝话讲照咱的内心，也愿圣神将耶稣的听。花伫咱的手，互咱真正知影讲，主耶稣，我需要这份会听。愿咱伫生命中间，咱认捌，咱的生命中间，因为过偌济，咱要诚做新的人，旧的代志诚做过去，一切拢变做新。求天父上帝将这个悔改的恩典，放伫咱的生命中间。检查咱要讨鬼讲，主其实我已经足久就知影，我的习惯对我无帮助。但是亲爱的天父上帝，这个习惯是我无能为力的习惯。兄弟姊妹，唔通讲无能为力，伫人袂话，伫上帝凡事拢会。你若愿意，将上简单、上小块，你上清楚。将上细项的代志先开始，因为伫小事的顶悬咱得胜，将来咱要伫大代志顶悬得胜。求天父上帝帮助咱，踏出第一步了后，咱就感觉十字架道路毋是遐尼困难。踏出第一个脚步了后，你就发现军队耶稣毋是遐尼困难。求天父上帝帮助，因为主耶稣讲，既若喙大的人就近我。圣神嘛安尼讲，既然喙大的人来就近我，既然咱对灵魂顶悬有要求的人，咱甲主耶稣讲，主耶稣，我需要你活命的水泉，主求你养赐我，主愿你将这种悔改、赦罪、奇妙的大事，放入我的人生，我要为着这项事来做见证。使徒行传第5章32节，就是彼得所讲：凡受耶稣拣选，是为着这个高我悔改的信息来做见证。保罗嘛讲：有人求信者，有人求智慧，但是我只有传顶十字架耶稣。求天父上帝帮助咱，伫主的面前决志。罗马书第6章13节。唔通将你的肉体献予魔鬼做有罪的器具，独独将你的肉体、将你的心思意念献予荣耀的上帝，做圣洁的器具。读这句，想这句，为了这句，
来采取新的生活甲行动。求天父上帝帮助咱，互咱伫主的面前，咱问家己，毋是问牧师，耶稣赦免你什么罪？咱每一个人问咱家己，我有什么种的生活需要主耶稣的怜悯？我有什么种的软弱需要主耶稣的帮助？我的信仰伫什么所在出问题？至到我的信仰无法度成熟。兄弟姊妹，你愿意做一个主如的基督徒，还是做一个成熟的基督徒？主怜悯听咱的祈祷。咱无罪，但是咱有自私；咱无罪，但是咱感觉我还不错；咱无罪，咱感觉我还可以；咱无罪，但是咱是咱家己的上帝，咱离开上帝，咱拒绝和上帝的生命中间来主张你的生命的权柄。也这咱无罪，但是咱需要耶稣，求主怜悯咱，互咱真正做上帝亲爱、亲密的查某囝甲囝子。愿咱伫主的面前，咱第二个祈祷讲：主，互我甲你和好。搁我的意思就是因信称义，搁我的意思就是我旧的生命离开我，耶稣新的生命入来。我无爱干那做表面的基督徒，我无爱干那做礼拜日的基督徒。我要做一个上帝创造7天拢享受上帝话命的基督徒。所以礼拜日是一个开始，对礼拜堂离开了后，这是我真正信仰甲生活的开始。求天父上帝甲咱三甲地地，咱无一个人是为家己来活，咱每一个人拢是为主来活。保罗讲：是我是死，我拢属耶稣基督。也这阿门嘛。愿咱抬头挺胸，勇敢肯定。愿咱双脚跪落，对上帝讲：主，我敬虔，我知影，我袂使无敬拜你。主求你怜悯帮助我。John Stott牧师讲：什么叫做基督徒的死？基督徒的死就是按罪来死。过去搅扰我、影响我的所有的一切点点滴滴，因为耶稣基督甲上帝的话，对今仔日开始，他不再主导我生命的负面态度。这叫做按罪来死。所有一切圣经中间所讲的，不是，我就讲不是。圣经讲是，我就讲阿门。按什么来死？按家己来死，欲望、野心，甚至健康。我感谢上帝，予我伫新人伊要毕业之前读一本册，迄个故事感动我。伊咧讲起19世纪伫中国有一种诶宣教师，因叫做内地会。这个内地会后来伫中国真做传福音作为影响力诶一个机构。我无要讲迄个故事。一个内地会的宣教师有一个宣教师的训练的手册，迄本册的册名叫做《放弃权利》。你讲到10项，你无权利主张你的时间要安怎用，你无权利主张你的家庭生活要安怎用，你无权利主张你要爱做当就当，使就使。真侪人无同意，包括牧师，包括宣教师。但是兄弟姊妹，伫十字架面前，只有这样态度上重要。就是主耶稣为着你的缘故，我放弃我家己的主张。兄弟姊妹，咱决志用什么种的态度来面对十字架？你最后所担着迄个十字架滋味，是什么种的滋味？主耶稣，
我旧的画面甲你同定伫死命的顶悬。用这个世间，我的主张已经结束，一切用你做我生命的目标。这今仔这个第8甲讲道内容，确实听较简单，做足困难。求主怜悯咱，因为咱拢有困难，包括我。但是德蕾莎修女讲，踏出第一步，再来就没有那么困难。咱当心来祈祷。主耶稣基督怜悯阮，阮常常过教会这期拢用庆祝用欢喜，但是面对受难周的时，阮独独只有用敬虔、用感恩。求主你怜悯帮助阮，阮伫这个受难周的这期，阮无交际应酬，阮无吃吃喝喝。互这个受难周成做阮甲你约会圣洁的时间，主也愿阮伫搁偌济临到的时，阮甲主耶稣你同过活，阮甲你同死，阮甲你同活，求主你甲阮三合伫地，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，阿门。咱用这节的圣经作为出声来读，来做结束。我的身上要常常带着耶稣的死，使耶稣的生也显明在我的身上。我身上要带着耶稣的死，使耶稣的生显明在我的身上。愿主听咱的祈祷，奇妙的代志发生在恁的人生。阿门。